歡迎嚟到柴胡醫館，請用1分鐘嘅時間留意呢段片，嚟緊會教你點樣可以約到我哋嘅大夫。首先，請選擇網上自助登記，又或者通過 WhatsApp 去進行預約。跟住，請選擇想睇嘅醫師。胡大夫擅長中醫兒科同小兒推拿，駱大夫擅長中醫骨傷同成人科。跟住，請選擇合適嘅日期同時間。關於診所嘅開放時間同醫師停診時間，請留意專業最新公布。跟住，請填寫個人嘅資料，包括中文全名同埋電話號碼。收到預約之後，我哋會盡快通過 WhatsApp 聯絡你，再次確認。如果需要更改或者取消，請直接 WhatsApp 68788109。祝你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